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又搁是啉酒开车弄死人。早起8点发生伫台南的安平，一台民间的粪扫车停伫庆平路，一个23岁女随车员落车准备要清运粪扫，结果互一台进口车高速来冲撞，当场就人弄死了。弄死人的驾驶虽然受伤，但是意识清楚，抢救出来的时阵，身躯有真重的臭酒味。果然，这个酒测值高达0.95，妨用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以上法办。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准备清运。民间环保公司的粪扫车，一个女随车员一落车就正警觉，看后壁敢有车来，想袂到才越过身，后一秒就去互一台驶正经的车弄落。动一声很大声啊，惊到了，一种在看对啊，有人是都有在讲话聊天啊，这都容易啊，规个唔知人呀。他说他没有开车啊，很多人就在那边想要冲上去打他的，警察懂哎。粪扫车驾驶跟倒车来看，看到当时红夹伫两台车中，是着急甲紧急叫车目库救人，严过吊水驾驶也吊伫咧车内。看到惊险的死亡车祸，当时是口甲袂讲话，因为这个女随车员下半身伤势严重，伫当时都已经无开。车速很快，我们有看行车记录器，都没有刹车的痕迹，非常认真。目前都是来大概3个月左右这样，互动都非常良好。刚弄的轿车，车头严重变形，大知影这个弄了偌遮力。今仔日早起8点，粪扫车插伫咧台南安平的庆平路，准备要清运。23岁女随车员当要作业，所去互轿车弄死。48岁吊水驾驶脚腿骨折，意识清楚，严过伊规身躯臭酒味，酒测值来到0.95，严重超过标准。根据了解，粪扫车驾驶甲女随车员是男女朋友，想袂到做伙上班，女朋友竟然互弄死，互伊真无法度接受。吊水驾驶骨折，佮需要动手术治疗。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罪以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